蘸料就当仁不让地成为创新突破口。我不太觉得，因为麻酱有点糊嘴，比较难以接受吧，因为就是可能在重庆的时候就会更多吃像加这个香油的。为了照顾来自天南海北的舌头，小店对羊肉麻酱这个经典搭配进行了深度创作，让老百姓感觉眼前一亮。在攻克麻酱糊嘴课题的过程中，杨大厨想到了蔬菜汁儿。将多种蔬菜榨汁得到的蔬菜汁与麻酱混合，回味清新淡雅，可以轻松化解麻酱糊嘴的问题。入口嘛，就是有蔬菜的清新、清爽不腻，有特色。到这边之后尝试麻酱，觉得还可以接受了，之后就习惯了。但课题研究不会如此简单。为了弥补混合后被稀释的坚果香气，需要将多种干货打碎混合一同拌入麻酱，最后加入鱼露提鲜。补充维 C， 麻酱球里边还有好多果碎，又有营养。就不同家火锅的感觉麻酱味道不大一样，然后我觉得这家火锅的麻酱味道调的确实还是不错的。基础的麻酱也经过了重新的设计，要求就是别的是28，它是37，芝麻多一点。28和37是麻酱中芝麻和花生的配比，彻底杜绝了香气被过度稀释的风险。那一斤都差7、8块呢，我这个店不卖便宜的。细节让小店走过30个年头，如今依然健在。